2023年诺贝尔生理奖昨下暗公布，是匈牙利的美国籍科学家卡里科甲美国科学家魏斯曼做回来得奖。因两人长期研究 mRNA 疫苗，解决会引起严重发炎的问题，而且会当快速制作，解救世界千万众生，得到生理奖的褒扬。诺贝尔生理奖初二公布，由长期导致 mRNA 疫苗研发的匈牙利的美籍科学家卡里科甲美國科學家魏斯曼共同得到殊榮。Kikap Nobel-díjat, mert úgy gondolta, hogy lehet fiam, hogy a te nevedet olvassák be. Mondta akkor, amikor nekem még professzori semmilyen állásom, semmilyen csoportom nem volt, csak ott szorgoskodtam ott a laborban is. Hát. Working together, figuring out how to get it to work, how to get vaccines to function well, and COVID hit, and the vaccines were recognized for 95% efficacy, which was really a turning point in RNA therapeutics. 卡里科甲魏斯曼2005年就发表第一篇的相关论文，不过迄当时无得到许多的关注，一直到新冠疫情爆发，相关研究为疫苗开发拍下基础，互人知影，像莫德纳、辉瑞、BNT 拢是 mRNA 疫苗，不经过修饰，直接注射到体内。它会引发一个很严重的发炎反应。如果将其中的某一个核苷酸做修饰，这样我们的免疫系统不太会去辨识这一个修饰过后的核苷酸。Messenger RNA 疫苗呢，它未来在做在癌症疫苗上面呢，其实它还有另外一个值得被注意的功能，就是它其实能够去活化毒杀型的 T 细胞。两位获奖者也拢是当奖的第5届生医医学奖得主。今年8月来台领奖，卡里科也公告8月毕业伫北基鲁台大的研究员共同发表论文，证明 mRNA 送到人体细胞了后，会当有效产生2倍。Alice Kuo, we started the mRNA. She told me that, Kati, you have to wear green. 世卫组织也俄罗 mRNA 疫苗为马拉利亚、艾滋病甲癌症等疾病疫苗研发带来深远的贡献。学者也讲，科研需要几年到数十年才会当看到成果。好佳在科学家拢无放弃，单太辛苦做出来的成果，搁拯救无数的生命。记者综合报道。